以西結書第35章。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：人子啊，你要面向西珥山發預言攻擊他，對他說：主耶和華如此說，西珥山啊，我與你為敵，必向你伸手攻擊你，使你荒涼，令人驚駭。我必使你的城邑變為荒場，成為淒涼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華。因為你永懷仇恨，在以色列人遭災罪孽到了盡頭的時候，將他們交與刀劍。所以主耶和華說：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必使你遭遇流血的報應。罪與民作血，本節同，必追趕你。你既不恨惡殺人流血，所以這罪必追趕你。我必使西珥山荒涼，令人驚駭，來往經過的人我必剪除。我必使西珥山滿有被殺的人，被刀殺的必倒在你小山和山谷，並一切的溪水中。我必使你永遠荒涼，使你的城邑無人居住。你的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，因為你曾說：這異國，這異邦必歸於我，我必得為業。其實耶和華仍在那裏。所以主耶和華說：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必照你的怒氣和你從仇恨中向他們所發的嫉妒待你。我審判你的時候，必將自己顯明在他們中間。你也必知道我耶和華聽見了你的一切毀謗，就是你攻擊以色列山的話，說：這些山荒涼，是歸我們吞滅的。你們也用口向我誇大，增添與我反對的話，我都聽見了。主耶和華如此說：全地歡樂的時候，我必使你荒涼。你怎樣因以色列家的地業荒涼而喜樂，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。西珥山啊，你和以東全地必都荒涼，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。